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老梁。今天就按照老一辈的选狗口诀，如何从一群好狗之中把那条王中王挑选出来。前面这位美女，她家就有一窝小狗。你捡，你看，我叫她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把它抓住啊。你试一下。你丢过来了，看碰头都是这样，慢慢点了，慢一点，看看能不能把它抓住。看到没有？主人叫它过，你捞啊，看看。主人叫它都不过来的这种，这係捉唔到係冇？哦，捉到冇？你試下試，你走去睇打我。看到没有？这种胆量是比较小的，应该是啊。主人去抓它都抓不到的，更不要说是我们陌生人了。现在大家再看一下这窝小狗，通过对比，很容易就发现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些小狗胆量都很大，性格都是很好的。到底怎么样才可以从这一窝小狗之中，把这条最好的小狗王中王挑选出来？老一辈的挑选口诀：一看、二摸、三就把小狗提起来。第一，主人过来的时候，小狗不会跑。第二，就是主人抚摸小狗的时候，它会摇头摆尾。第三条口诀才是最主要的，抓住小狗的脖子，把它提起来。如果它不挣扎也不叫，然后再把小狗举起来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条小狗的胆量、性格都是稳如老狗的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